Hello，各位朋友，我係發仔。依家全面踏入 AI 大時代，邊個唔學邊個落後。覺得我今日份資料搜集得夠足，麻煩即刻點讚訂閱，分享我個頻道俾全家人、班房同房友一齊聽。今日發仔同大家打造一本全球 AI 全面百科全書，由2022年底 AI 爆發講起，一網打盡歐美、中國頂尖 AI 工具，到2026年最新巨大更新，即刻開車！第一章歐美頂流巨頭2026最新版 OpenAI ChatGPT 系列領頭羊的究極進化推出2022年11月2026更新，全面由 GPT 5.4家族 Pro Thinking Mini 接管，最強嘅 Pro Thinking 擁有100萬 token 超大上下文，原生自帶自動操控電腦 Computer Use 能力，直接操作畫面，幫你搞定複雜文書工作。Google Gemini 生態圈的霸主推出2023年3月，原名版2026更新。2026年5月 Google I/O 大會推出 Gemini 3.5 Flash， 速度快4倍，最強在於考多智能體 Manage Agents 能力，團隊成功用其 Agents 獨立由零寫出完整運作嘅作業系統。Anthropic Claude 智能語編程的天花板推出2023年初2026更新，進化到 Claude 4.6世代，最強為 Opus 4.6。喺高級編程 SWE Bench 測試高達 80.8%， 同邏輯推理依然係業界第一。文筆被公認為最具人情味。Meta Llama 全球開源底座之王推出2023年2月2026更新 Llama 4/5世代開源模型，參數已達幾千億。大眾玩到嘅 Meta AI 助手底層全靠佢，亦係全球科技公司搭建私有 AI 嘅最重要基石。第二章中國 AI 勢力大軍，性價比與多模態狂潮。中國嘅 AI 工具依家喺國際上打到難分難解，部分領域直接超車。DeepSeek深度求索，震驚全球的價格破壞者推出2023年11月首發，2025年憑 DeepSeek R1 推理模型，以超低成本震驚全球。2026更新，2026年4月發布 DeepSeek V4 預覽版 Pro-Fetch 參數達 1.6 萬億，具備100萬 token 上下文，用極少成本對標 GPT 5級別效能，並保持開源，直接逼到全球巨頭降價。快手可伶 AI、Kling AI 視頻生成的全球天花板推出2024年6月2026更新，最新 Kling 3.0 Omni 統一多模態架構，生成10秒 1080p 電影級影片，支援多鏡頭故事版，高達6分鏡，原生多國語言配音，可用參考影片直接複製角色，外貌同聲音，目前正籌備喺香港 IPO。百度文心一言 ERNE 中文落地始祖推出2023年3月，中國首個公開對標 ChatGPT 嘅大模型2026更新，高級版深度融入百度搜尋、小度智能生態同企業辦公，佢對中文古詩詞同在地化環境嘅理解依然頂尖。阿里通2000問 Queen 灣系列開源兩屆開花，推出2023年4月2026更新 Queen 2.5喺國際開源社群極受歡迎。2026年阿里開源灣 2.7 視頻大模型，只要有一張24吉字節顯存顯卡，就可以喺自己電腦免費生成商業級影片。字節跳動豆包積夢嚴贏流量與價格殺手，推出2023年中2026更新，靠極低 API 價格橫掃市場。豆包 AI 成熱門語音助手，主打 AI 繪圖與視頻生成嘅積夢 AI 更新到最新 2.0 架構，同快手可伶分庭抗禮。月之暗面 Kimi Chat 長文本的開創者推出2023年10月2026更新，升級至 Kimi 深度研究版，依然係長文本處理專家，係大眾閱讀長篇合約、翻譯整本原著小說、做爆量資料分析嘅辦公神器。發仔總結，各位朋友睇完呢本發仔同大家執出嚟嘅 AI 全面百科全書，係咪發覺由文字、寫曲到拍戲，AI 已經由2022年嘅科技玩具變成2026年今日每個人嘅生產力核心。呢個時代邊個行得快，邊個就賺到大錢。想繼續收到最快、最齊、最接地氣嘅科技同 AI 情報，記住即刻點讚訂閱，同埋將呢條影片每文章分享俾屋企人，成家屋嘅人一齊袋錢落袋。發仔問大家喺咁多隻 AI 工具入面，你平時用得最多，覺得邊隻最幫到你手？定係你都有用過 DeepSeek
同可伶 AI 拍片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見。